咁生活方式不變呢一點咧，係大家都好就清楚啦。回歸之前咧，好多人都會嗰啲反對派嘅議員就話：我而家可以自由出入香港，但係回歸之後咧，我出咗去咧，佢哋唔俾我翻嚟㗎啦咁。咁啊乜嘢自由都冇啦，甚至話生育自由都冇啦，咁婚姻自由咩都冇啦咁。咁但係可以睇到咧，即係呢啲基本嘅權利同自由啊，所謂 ICCPR 公民權利正義權利國際公約嘅權利咧，其實已經第一本地立法落實，呢條法律繼續喺香港實施。第二，基本法對呢啲權利咧，全部都寫晒出嚟，其實亦都係按照公民權利正義權利國際公約。咁所以基本權利同自由咧係得到基本法第3章嘅保證嘅。而呢個香港係亞洲最自由嘅城市之一，而因為咧係司法憲章，大家相信個嘅司法機構亦都係會同意咧係司法獨立嘅，咁所以佢市民嘅權利自由咧係得到保障。我哋講下生活方式不變嗰陣時，成日講話馬照跑，舞照跳。咁我哋嘅方式係咪只係跑馬跳舞咧？其實唔係咁解啊，只係話呢啲你有個選擇，你原本享受開嘅自由咧，你又可以繼續有得到保障咁。所以呢個咧就係話生活方式咧就係話基本法嘅第3章因為司法獨立咧，所以完全係得到呢個保證嘅。經濟發展大家都知道啦，回歸冇幾耐咧，又因為呢個金融亞洲金融風暴啦，跟住又911啦，跟住咧又呢個非典啦，咁一直咧都係有好多風浪㗎。包括因為全球經濟嘅睇法咧，係對本地嘅經濟咧係好大嘅打擊嘅，亦都係泡沫經濟嘅爆破，房地產一輪咧係好高，最初嘅時候就係高企，跟住又跌到落嚟，跌咗好多，咁所以咧係比較動盪嘅。咁喺呢個最初嘅時候咧，我哋講話有赤字嘅財政預算嘅，咁到2000最初嘅時候2004年嗰時咧，就一定係要2007、08咧，就要平衡嘅財政啦。但係我哋提前咗喺2006年咧係免赤嘅。